完已經2個月啦，俾大家睇下我嘅恢復情況先。睇我而家仲着緊長襪。所以我今次真係好認真，因為今次係我最後一次坐月啦。我第1個月咧就係請咗月嫂啦，24小時。咁咧到第2個月啦，我都仲係繼續食緊月子餐嘅，因為西醫都有講啦，女仔嘅子宮同埋身體各部分嘅器官啦，恢復期係要6至8週。不過我真係驚姐姐咧唔識去煮一啲適合我嘅食物啦，咁所以我就決定都係要揀翻月子餐嘅。最後就揀魚媽媽，一嚟咧就係我身邊嘅朋友都極力推介啦，二嚟我好中意佢哋嘅食物啦，清淡得嚟咧係好啱我嘅胃口，而且啲湯一啲都唔油膩。佢哋仲有個同事啦，可以喺 WhatsApp 同你個人化咁去跟進啦。無論你對食物有咩要求，佢哋都可以即刻去幫你去更改。最後不得不提咧，就係佢嘅坐月護理套裝啦，入邊咧一應俱全，乜嘢都有晒。而且我最中意佢嘅沖涼神器，有個花灑可以令我好似正常人咁日日沖涼。佢哋仲有健康餐啦，同埋術後餐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可以聯絡魚媽媽。